明白大家明白客栈，能客栈非面话，行业面的嗰種能客栈非面話，也係講用話是講寧波南道快和電南，也買係寧波，是講是講寧波南道快和電南也買係寧波，也買係寧波，是講寧波南道快和電南老友也買係寧波，是講如果是講，這就是方言是講，是講就是如果，是講寧波南就是南道就舌讀舌，南就是然就是斗就是毒舌，快和電南是藥，南就是老，就是說老友就是有毒的藥，有毒的酒，有毒的藥，老友就是有毒，就是毒藥，一般是就是毒老鼠的。它是个老友，有时候说一个很透露性的，它是个老友，把它比喻成这个毒药。电脑老药就是那个，就是一般毒老鼠的，也买害宁波，也不害他们。是讲宁波南道快和電南也買害寧波。有面分散幾個國家，也要托付我們有面努力向上，時不待我祝願有面學業有承恩，走向文明進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來寧波海，海來不免平安。